港嘅朋友仔想出發去中山，抹住呢篇攻略，咪走寶啦！眾所周知，即係你屋企隔籬個陳師奶都知，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，香港嚟中山嘅車程大大縮短咗好多。但最好梗係可以響你屋企附近出發，行幾步路就上到車。咁就巧啦，我哋環島中國通喺香港有成30幾個站點，相信一定有一個近你屋企嘅。譬如新界嘅朋友可以喺荃灣、沙田、大圍、屯門嘅站點上車。九龍嘅朋友就可以喺觀塘、將軍澳、黃大仙、牛頭角、啟德、油塘等等嘅站點上車，而港島嘅朋友可以喺北角、灣仔、上環、銅鑼灣嘅站點上車，就算你住到東涌都冇問題。我哋環島中國通都有站點啊！出發方面未夠嘅，我哋落車同樣方便。石岐區有交通大廈1+1彩虹里2大站點，東區有天翼 Coco City， 沙溪鎮有沙溪希望酒店，就算想去小欖鎮、東星鎮，我哋都有4個站點俾你揀，點對點直達，真係夠晒方便㗎，唔使轉嚟轉去周圍騰，而且開出嘅班次夠晒多，最密20-30分鐘就開出一班車啊！所以呢，下次香港往返中山就坐環島中國通啦。